两岸关系正在紧张，这中共都军演线尔。这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今仔日伫咧马祖表示，希望中国的海协会斗协调，咱台湾送一对梅花鹿去到中国福州动物园，也讲这对梅花鹿是和平之鹿，希望改号名做好好甲平平，也呼吁中国呢莫有政治前提，坐落来好好啊讲。他们为什么叫梅花鹿？就是他们身上这个白斑像梅花一样。提叶啊，和梅花鹿食，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16参访马祖北干乡的大渠岛，宣布海基会想要增产2只号名正水、和和平平的梅花鹿，和福州动物园，希望两岸会使行向和平之路。前2天这个对岸的军机跟军舰来骚扰，让这条和平之路蒙上阴影。我们希望透过对岸的海协会，我们协调来送1对的梅花鹿到对岸，也就福州的动物园。回顾以往2008年，中国捌赠送台湾2只鸟形团团圆圆，也有真珍贵稀有的树仔。2011年，台湾也回送中国一对梅花鹿环青点点，也有羊仔喜洋洋加绿洋洋。这摆希望送和平之路到中国，将来是更加水鹿仔囝，就更加水和和平平。罗文嘉也搁再呼吁对话，卖些政治前提之下一来和谈。在不同中寻找相同，而且是最用和平的方式来化解歧义。和平之路虽然不好走，但是仇恨之路更不能走。对罗文嘉15讲到9.2共识已经无合时代，两方应伫马祖进行协商，欢迎海协会到南竿26个据点谈26共识，会更加有前瞻性。不过中国各台办16讲9.2共识就是明路，无必要另外起头。两岸的症结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共当局不肯正视中华民国的客观事实存在。我们还是要呼吁中共要理性务实，与民选的政府来互动，来推动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柯水正强调，林会批评也是唔肯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用大陆的借口对台湾进行各种不合适的时间压力，亲像军事威吓、外交打压、经济压迫，也佮有铺设地带侵略，拢是台海不安的根源，也是这个区域无稳定主要因素。记者综合报道。